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睇舊作唔順眼呢？如果有，你會掉咗佢買嗰隻，定係砍掉重練呢？冇錯，今集我哋嚟重做呢一隻古尼哲。而家睇翻幾年前嘅手工，無論係顏色、水貼、打磨，以至係冇做加深黑線呢，都令到我覺得愧對呢一隻出得咁好嘅模型。所以今次就幫佢 upgrade。除咗做翻以上幾個工序之外，我仲為咗呢個盾呢，就買咗佢盒 option set，想做翻動畫第3集嘅決鬥士樣。點知個盾呢係正式嘅，咁啊唯有自己做遮蓋啦。而洗件水我一路都係用象域嘅 CT04，官方話可以用嚟洗 PS、ABS 同埋 GK， 而我用佢咁耐呢，的確就只係爆過啲大陸唔知摻雜咗啲咩成分嘅膠。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洗油又唔知用咩嘅，都可以試下佢。將零件放入密實袋，再用超聲波機嚟震呢，洗完就係咁嘅樣，都算係幾乾淨嘅。咁而家我哋開始重新消滅散值。呢隻古尼哲咧就出得幾唔錯嘅，本體咧就只有小腿需要做無縫，而上次做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咗坑啦，咁所以今次就唔需要做，幫佢加深翻少少咧就可以啦，因為之前就做得太淺。水口咧就上次都磨晒啦，今次一樣都係唔需要做，但係當初咧就沉迷用呢個海綿砂紙啊，覺得手感好好啦，咁啊磨出嚟又滑喎，咁結果咧就磨完咗部分嘅邊位，今次咧就要翻手執啦。而加深黑線咧，上次係冇做嘅，所以今次就要做翻，全機用 0.125mm 嘅黑線刀刻一次。原本盾牌咧就要用連接件裝上前臂嘅，咁啊要轉手腕咁裝，咁而我就覺得咧太厚唔好睇，所以就改用磁吸嘅方式。首先處理盾牌嘅毛縫啦，按照慣例咧，我都係用迪斯派嘅順乾膠，都係啲常規嘅操作啦。喺接縫度搽好膠水咧，砌埋等乾。咁喺等佢乾嘅同時咧，就可以用少少嘅 AB 膠填咗佢原本用嚟裝連接件嘅窿。手濕少少水咧，就可以避免黐到周圍都係。再將磁石撳落去咧，就可以清走逼出嚟嘅 AB 膠。等乾咗之後咧，就可以磨少一啲。之後就等聽日乾透嘅時候呢，就成個盾做一次打磨嘅處理。而呢粒多出嚟嘅 AB 膠呢，就千祈唔好掉住，因為如果你唔係等第二日一定乾透先至開始磨呢，例如朝頭早出街之前整定，下晝食完下午茶就翻嚟處理，呢粒 AB 膠呢，就可以作為乾透味嘅參考。乾咗呢，就可以連膠水一齊打磨啦。盾牌做好呢，就到手腕。咁啊，大約對啱位啦，就喺預定開窿嘅位置咧，先用黑線針去到定位，再用手鑽打穿，裝上對應大細嘅磁石，再用 UV 膠封翻個面，照燈固化，磨平表面，磁吸嘅盾牌咧就改好啦。最初咧就冇為意呢嚿嘢嘅。直到上網睇咗啲設定圖，再望翻呢，就已經翻唔到轉頭啦。再加上俾班模型友呢，就一腳伸咗落坑，咁於是今次就自己落手整個真正嘅液壓結構。落鋸之前呢，就首先借佢個位嚟轉咗個窿先，確保左右兩邊呢就唔會開到一高一低。咁喺落鋸之前呢，就用黑線刀輕輕咁刻條線，咁之後落鋸呢，就冇咁容易鋸歪。而喺鋸嘅時候，如果有用呢一類台鉗呢，就會比較方便嘅。兩邊同樣都鋸落嚟，鋸完之後呢，就打磨翻平滑。雖然其實呢，我哋只需要切除假液壓嘅嗰一部分啦，但係實在呢就好難切得靚嘅。咁所以呢，就先成份鋸落嚟，切完再用碌蓋呢黐翻上去呢，咁就會容易好多。正式進入做液壓管嘅工序，首先拎2mm嘅膠棒出嚟。第一步係要磨出一個絕對嘅平面，利用台鉗方形嘅特性反轉夾住條膠條，貼住個台鉗嚟磨呢，就一定會出到平面嘅。第二步用圓心定位器揾圓心，再用黑線針嚟定位。今次開窿呢，我就會用定心鑽嘅，因為定心鑽唔會容易走位，方便呢類對準程度要求比較高嘅操作。再磨出一個倒角。咁樣咧就可以獲得固定液壓管嘅嗰條圓管啦。重複上面嘅動作，幫 1.5mm 嘅膠管揾圓心，轉個 1mm 嘅窿咧嚟到備用。之後喺上一步完成嘅 2mm 膠管上邊，用定心轉個 1.5mm 嘅窿，再用 1.7mm 嘅普通鑽頭擴闊少少，
為嘅係令到開好窿嘅1.5膠管插入去之後呢，係可以有少少向外嘅角度。轉好之後呢，就可以插入去，用碌蓋嚟固定佢哋。再之後呢，就好簡單噶啦，我偷咗零件上面本身嘅2mm窿嚟到用，喺2mm膠條上邊轉一個1mm嘅窿，就可以用支0.8嘅膠條串起晒成組嘅液壓管啦。最後我哋喺呢件零件上邊切走一段，咁就可以還原到鼓離節有液壓管嘅設定啦。而我後來覺得咧，我切得太多啦，所以最後就有用翻膠板去到補，咁啊出到嚟咧就啱啱好。跟住處理戰損，動畫中咧鐵血嘅 MS 咧都係用實彈同埋冷兵器嘅，因為喺佢哋嘅世界觀入邊咧，抗光速已經係基本嘅要求，咁所以戰損咧都係以物理傷害為主嘅，用筆刀喺邊角位打斜慢慢咁樣切。裝甲中間咧都可以做少少，營造俾機動工兵用實彈打中嘅感覺。彈痕咧都可以用黑線針嚟到做嘅，但係就唔需要做太多，因為如果機動工兵都做到咁多傷害咧，都唔使揾3日月揸架巴巴托斯出嚟噶啦。咁之後就用同樣嘅方法嚟到做晒全隻。做到咁上下咧，我就停手啦。而去到呢度，今次對外形嘅修改咧，亦都完成。跟手洗件，等佢乾咗咧，就可以上色啦。今次除咗眼同埋心口少少，因為會噴黃色而用咗黃色底灰之外咧，裝甲都係用普通灰色底灰。而骨架咧就係用 Lascar 嘅 Light 直接當埋面色嚟用，而今次用色咧就冇乜特別，因為全部都係有現成嘅顏色可以用。有興趣知道用咗咩色嘅咧，就可以參考資訊欄。另外我有做少量嘅遮蓋分析，主要都係喺啲關節位、武器同埋原本正式嘅嗰個盾上面，咁同大家分享下遮蓋派彩嘅治癒時刻。今次補色咧，全部都係用水性油。咁由於今次噴嘅面色咧，基本上都係半燒光嘅軍事色，咁水性油咧就好容易食咗上去就抹唔乾淨，所以就要一出界就即刻抹噶啦。咁萬一覺得 handle 唔到咧，用翻珐琅油都冇問題嘅。補完色就到黐水貼。成日見人問咧，應該貼咗水貼先做舊化，定係應該做咗舊化先貼水貼？其實正確嘅答案咧係先貼水貼再做舊化嘅。原因係水貼屬於機體嘅一部分。舉個例，你手臂上面有個紋身，有一日咧你行街就俾個白卡佬點錯相淋紅油，咁請問啲紅油係咪應該會覆蓋咗你嘅紋身呢？咁所以機體沾染到啲灰塵，再加雨水造成嗰啲風化水痕，同樣係會留喺水貼 marking 上邊，所以記得喺做舊化之前咧，要先貼咗水貼。除非你係想講嘅係舊機覆蓋新 logo 嘅故事啦，咁就另作別論啦。咁而貼好水貼咧，就統一噴一層半燒光，除咗令舊化液容易食喺上邊之外，更加係可以避免舊化液即洗液積喺水貼嘅邊度。咁等乾咗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做舊化啦。滲線今次就用咗田宮嘅黑色滲線液，之後再用珐琅油 XF63 油落之前做咗戰損嘅地方，等乾咗之後咧，就可以將多出嚟嘅抹走，咁就可以做到裝甲損傷刮甩咗油嘅效果。如果你想表達更深層嘅碰撞露出底層金屬，就可以喺上邊加少少銀色，不過今次咧我就冇咁樣做。最後再用海綿點少少 XF63 製造淺層嘅損傷，先點油，再喺紙巾上邊印走大部分，輕輕點喺裝甲邊緣較容易碰撞甩漆嘅地方。如果點得重手得滯咧，就可以用白電油或者 X20 抹走再嚟過，慢慢修正直到滿意為止。搞掂咧就可以拎去燒光。
最後加埋塊爛布呢，就大功告成。呢類洗油冚吊重練呢，相信都唔係好多人做過，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我買嗰隻咪仲快。咁不過呢，我又覺得我對佢冇大愛到要砌多一隻啊，咁所以就洗油嚟過啦。咁而呢隻舊作呢，其實我都睇佢唔順眼好耐啊，咁所以年幾之前呢，就已經決定要重做，咁甚至比今年1月1片嘅計劃呢係更早決定嘅。咁啊，終於趁鐵血10週年嘅機會呢，就可以整好佢出片啦。而今次咧，除咗叫完成咗一件自己想做好耐嘅事之外咧，其實都算係一個突破嚟嘅。指嘅就係自己落手做液壓管。好耐之前咧，其實都見過人整嘅。第一個反應咧，都係覺得哇，癲癲地嘅，使唔使整到咁啊？咁但係原來咧，你對自己件作品有翻啲咁上下要求，就自自然然就會喐手噶啦。咁啊，其實有好多技法咧，大家都係識嘅。唔落手做咧，就可能係因為唔夠愛啦，又或者更現實地係因為唔夠時間。咁所以咧，適時俾一班豬朋狗友踢幾腳咧，咁確實係可以令到你喺砌模型嘅路途上面走得更加遠。咁如果你都想認識一班中意砌模型、買模型嘅朋友咧，歡迎加入043 Gunpla 嘅 TG 群組，入谷嘅連結咧就放喺資訊欄。而呢條片咧本身係應該上星期出嘅，點解會 delay 呢？並唔係因為做唔切啊，而係因為阿叔咧，我成部電腦漏咗喺巴士度被逼停工。咁啊，講出嚟都好笑啊！11點半落車，翻到屋企攤咗成粒幾鐘先發現，咦？點解我兩手空空嘅？部腦呢？咁啊，好彩網上面報失完，第二日咧就收到巴士公司嘅電話話執到。咁但係原來啊，好多人都漏嘢喺巴士嘅，咁所以排隊拎翻咧都要排1個星期。咁啊，結果上星期就出唔到片啦。咁啊，但係咁樣都執得翻咧，確實係非常之好彩嘅。咁啊，喺度再次多謝唔貪心嘅司機同埋巴士公司嘅職員。而講翻隻古尼哲，效果我係滿意嘅，因為其實我一直以嚟咧都覺得戰損舊法嘅模型係好睇嘅，但係並唔係因為作者用咗幾多10種技法令到個模型個面都唔同顏色鬼五馬六喎，而係為件作品賦予咗故事性。例如呢隻決鬥士讓嘅古尼哲係講軍人大叔違抗唔合理命令嘅故事，一個敢於抗命嘅軍人，一個甘願背負責任嘅上司。再諗下大家身處嘅時空，一隻戰損舊化嘅決鬥士讓古尼哲係咪比起就咁一隻古尼哲精彩得多呢？而其實如果有埋地台做個小場景咧，效果係會更加好嘅。可惜咧，屋企根本就冇位擺，咁所以就冇整到啦。等啊，日後睇下有冇機會再整一隻有埋場景嘅暗算者馬莎啦。好，咁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啦。中意呢一類模型製作影片嘅朋友，記得 CLS 同埋撳鐘仔。想識班一齊砌模型嘅朋友，記得咧就入 TG Group 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